呢度一架、兩架、三架，有紅有綠，不堪入目。目測呢度有26架小巴，究竟點解呢度堆積咗咁多小巴喺度呢？大家好，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下行內俗稱嘅小巴墳場。呢度唔係拍戲嘅場景，唔係 Toyota 車展，而係屯門一角嘅荒山野嶺。當啲小巴泊喺度嘅時候，已經產生咗一個微妙嘅變化，你見到嗎？定係你發現咗啲咩啊？爆胎嘅、爆玻璃嘅、行車證過咗期嘅，唔同嘅範疇都有，泊滿一架又一架冇人揸、冇人理嘅小巴。講起小巴，大家由細到大都應該有搭過綠 van、紅 van，平民嘅價錢，的士嘅速度。司機一邊揸車一邊播歌，有時仲會問你落唔落？有時你要嗌加油有落，嗰種人情味真係一絕。但係今日小巴好似慢慢走到時代嘅尾班車，港鐵越嚟越多，差唔多覆蓋晒成個香港。由20幾年前得嗰幾條支線，到依家你去邊都話有地鐵站，加埋巴士、的士、Uber， 個個都爭住搶客。小巴就變成咗有車冇人揸，有人冇車搭，冇司機，乘客要等好耐；冇乘客，司機又唔想揸。結果呢一個生態就惡性循環。有啲小巴司機因為生意難做，要止蝕離場啦，索性唔再揸，為嘅就係節省牌費、保養嘅開支，最後索性將架車泊咗喺呢一塊爛地度，小巴墳場。而家市面上行緊嘅紅 van 得返700幾部，綠 van 得返3000幾部，但係有成100幾架架空咗，日曬雨淋，慢慢變成咗一堆廢鐵。根據運輸署統計，公共小巴市場佔有率喺1976年嘅28%下跌到而家得返16% 左右。我哋訪問咗一位小巴司機，問咗佢點睇依家小巴行業係夕陽行業同埋依家嘅經濟狀況。而家啲後生嗰啲咧都唔需要揀呢行啦，如果揀就揀呢個做呢個巴士啦，係嘛？福利好啊嘛，巴士人工高啊，福利好啊，係咪先？咁啲小巴行業多咗自負盈虧嘅，有啲假期休息又冇錢。小巴曾經係香港人生活嘅一部分，喺你返學遲到趕時間嘅救星，喺你夜晚收工冇車嘅最後希望。但係而家佢哋慢慢被時代淘汰，我哋無可避免要面對進步同取捨。但係講求效率與創新之餘，會唔會都可以諗下點樣保留一啲屬於香港人共同回憶嘅文化載體呢？可能有一日，當你見到一架 van 仔，你會諗起阿叔大聲播緊《千千闕歌》，你會諗起細個唔夠膽嗌有落，或者嗌咗有落，但係司機唔認你嗰種尷尬。小巴唔只係一架車，佢係一代人嘅生活語言。當年就係有一班人靠住揸呢一部小巴，撐起咗香港一段黃金歲月。